你看这么用心呢、你看它弄内容丰富，圣经上百种语言版本，可以参考人家怎么做了，怎么呈现说，那个语言名称啊，怎么连接，怎么提供连接，可能是 QR code， 对呀、可能是 QR code。那个播放清单能不能做一个 QR code 呢？播放清单网址做 QR code 吗？那经过扫描这个 QR code，然后立即连接到他们的网址。他见证人还到每一家去拜访，真的用心了。真的很用心了。学基督教有的还把英文学得很好，圣经也有英文版。